国际消息，咱来关心，在美国马里兰州是爆发大规模的枪击案，造成2个人死亡，28人受伤，而且至少有2个嫌犯。不过目前是还未抓到人。警方讲，在地警力的卡手无够，枪案发生的时阵，迄个所在敢若有7个警察负责巡逻。 巴尔的摩布鲁克林区发生大规模枪击案的现场，天光了，现场已经有封锁线，会当想到迄人阵枪声响，正当惊吓的情形。警方是透早饭点12点半左右接到几路件报案，南巴尔的摩布鲁克林社区一个无得到协准的街道派对，至少2个嫌犯向证人开枪，30个人着枪。现场就以18岁女性死亡，20岁男性送医了不幸死亡，受伤的人年纪13到32岁。 Multiple victims. Suffering from gunshot wounds. Our detectives are currently working an extensive crime scene. I want those who are responsible to hear me very clearly. We will not stop until we find you, and we will find you. Until then, I hope with every single breath that you take, that you think about the lives that you took. 警方希望民众会当提供线索。 当局也正伫咧调查，警方是当时知影有这个派对，抑个伫咧枪击发生进前，附近深受警察。马里兰州的州长摩尔讲，政府已经对枪击暴力无法度搁忍受啊，将会提供援助。巴尔的摩市警察同业会表示，这件案件发生迄当阵，警力就甲普通时共款拢无够。以前每一个巡逻班有20几位警察，即马只敢若剩一半。巴尔的摩市即马欠700位警察，因指责前局长无作为，每礼拜 拢有人辞职，希望市长史考特赶紧补人。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。